香港队5号拉人犯规，广东队进攻。褲仔要出去，褲仔要出去，舉手，褲仔。頭波，褲仔埋去。掉出去啦！手波啊！手波啊！手波啊！主不为例，广东队请求换人。好，比赛继续，广东队进攻。广东队进攻，香港队防守。邱书记。太慢了，太慢了。暫停，暫停。聽到。好波。香港队请求暂停。
香港隊進攻，暫停時間到。我哋底線，浩源開波，香港隊派球。牛仔開啊！落位。攞波，英齊，砍籃啊英齊。兩次运球为例，香港队进攻。